对上夹对满金甲旋龙。首先，金王子特别使用着伊12剑。金王子12剑失手，现在别夹特别投出对方关。乌夹特别使用着李亚神爪绝招力，同时金甲甲旋龙投出断魂手了。小等咧，万家队，万家仔，对呀对呀。小等咧，别夹金王子唔通对啦。我看这金甲旋龙无想着要杀咱，奇怪，为何无要杀咱，反倒当射杀前海强者飞渡呢？可能是失手，无遐尼拄好，这个其中必有原因啦。哦，我想到啦，这个金甲旋龙甲以前的金甲旋龙拢无共款。过去金甲旋龙是好杀残忍，但是这个金甲旋龙，难道敢有两个金甲旋龙吗？有可能。嘿，我嘛感觉怪怪的对方，可能有两个金甲旋龙哦。我总是感觉真奇怪就对了。好啦好啦，莫去自找麻烦。让咱调查水落石出。是啊是啊。爱喏，不管龙灵心心，我乌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解决这个神秘凶手金甲旋龙了。对分脚步声，对看过敏三郎甲真大条，正在要使用对分讲时阵，何日反军斗在对分脚步声的背后，特别使用飞虎神鸟的绝技，亲自对分脚步声。こればっかだ！哎，这こればっかだ！好你啊，好你爱注意啊！做我种的，做我种的，好你啊！这唔是咧耍呢，这唔是咧严国叫你秘加吹呢，伊会杀你哦！好你啊！伊有一部声东击西功夫，你都要小心注意啊！好你啊！这こればっかだ！去咯，好你去咯！我甲你讲，伊会杀你，你都唔相信，你当作一个严国家，一个走白呢。好啦，好你无遐简单死啦！哎呀，这个人嘛嘎咋？安尼变咧，咱都要赶紧帮助，好，赶紧帮助好你掠这个对分脚步声，赶紧卖转啊，唔转也罢。小岛逍遥乐自在，罕有我啊艺术海，换来正上金光景。春夏四季秋冬来。哎，张美组长啊，迄你的诗文实在还阁真好咧呢。陈超王，请坐吧。多谢多谢。最近啊，这个武林的风波啊，你唔知有加减去有染着啊无吼？啊，本山人甲你无共款。你仙草王啊，你卖仙草茶，就想得要得利得名啊！你都要知影啦哈，名格即为啊！啊，秋大秋风啊，这唔是安尼讲，我的人是好生乐死啦，对不对？我趁钱啊，拢总乐观呢，啊，救济贫困啊，迄钱都唔是我咧开你咧，我认为讲我天生我体必有所任。是，你的观念甲我无相。兵多修多以来，在这清官啊，一定不染万劫皆空。但是我教一名徒弟叫做花分良，啊，我的徒弟伊的武艺是真有兴趣，可是呢，兵多无希望讲伊甲一般的君王啦、剑王共款去争名夺利去拼生死，所以我对伊非常严格甲教训。奇怪，几日也唔知怎样，心头纳闷呢，敢有啥物代志发生嘛？不得确个啦，何福无闻呢？为人主教呢？啊，你若是心焦纳闷啦，安尼我会先头地加啉一杯，心凉神爽。多谢多谢。救命！师傅，救命！徒弟，
你到底是安怎中伤倒转来啊？我叫你去采药炼丹，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是啊，后面有人要逼杀我，哎呦！什么？有人想杀我的徒弟，求出你？难道武林真的无道义心？罗兄啊，这事不如因啊，无风不起浪，这咱都要慢慢调查一下看卖哦。因事相争，言之非己，这不是看对不对？出过了马家查，对啊，早就这来无唔对，哦，是啦，听到内底，赶紧的入来内面瞧到乌鸦大刺激对分卡步声。喂，等下，你是啥人？三人丁味道人，哈？丁味道人，什么叫做丁味、短味、红味、白味？迄我无管啦。今仔日我来，目的是啥物？叫你交出凶手，乌鸦大刺激对分卡步声，哎，唔讲也罢。朋友，你所讲的三人拢总唔知影，这是别分散7000贯啊！这个所在只有我，甲我一名徒弟，还甲我这个老朋友而已啊。什么乌鸦大刺激对分卡步声，根本我一无所知。唔知啊？啊？知啊，知就是知。你若讲唔知，我甲你看起来你是咧假仙的。你，哈哈哈，对了，对，你就是乌鸦大刺激对分卡步声的经纪人。什么叫做经纪人？哈哈，经纪人听无信，无后的主无者就对了。朋友啊，请你讲话要有分寸啊，唔通指鹿为马，乌说八道。好，我若无使用武力，你唔听教练口径。你会知影我假面三郎不是普通的人物啦。我莫抓啦，要点你就点。好，要点就去点落去啊！哇哈哈，去踢到铁棒啊吼！我讲啊，这个老道规身躯顶空空。朋友啊，那用这个武力，安尼也唔是办法啦哦。咱慢慢来讲吧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从头至尾讲我听，我唔才了解。好。爱知影发生的代志就是安尼啦。敢有这款事？难道我会骗你吗？啊？我对你这所在都无看，要不你是要叫我安怎讲？好，边都为着要澄清这件代志，我叫我的徒弟花分良出来，真相就会代表。分良啊，出来！出来！唔知是叫徒弟有什么教示？我问你，你才是讲。你昨昏有走去牵得林木？使我去采药，了后我都倒转来啊，我也无去别个所在啊。你讲话拢后白讲，无照实讲啊。头拄你安尼拼转来，甲恁师傅讲后壁有人要甲你逼杀哈。你即摆讲你拢无去倒位去采药炼丹，后白讲你真有矛盾啊你呢？这是啊，无错啦，合理。这甲你盐国鸡安尼米烧出，敢是这个？看卖哩。这盐国鸡周边呢，一粒滋味，滋，哼！两米多人，你还讲什么话难讲？热度啊，你真大胆！哎呀，输啊，小罪！你透暝去千顶拿创啥？是招来半句虚言，绝不过款。你还要讲白啥心？乌鸦大刺激对分卡步声，互你被骗你咯？我唔是，何必多言？大块！安怎？甲抓起来，送甲官府治罪。慢点，各位啊，稍等下，我唔是真正乌鸦大刺激对分卡步声啦，可是我去爱着这个对分卡步声乌鸦大刺激，所以。你看啦，大块，互你啊，对啊。你几多？徒弟啊，徒弟啊，你死了万般的苦楚，你全然唔听为师的教训，今仔日才惹来杀身之祸，我都。安尼雷公伫咧讲迄个对魂卡步声，乌鸦大刺激是查某的，无毋对哦。张美道兄啊，我暂别咯吼，拜拜。徒弟。哎呀，对阮脚步声实在是身出鬼没，功夫确实好厉害。你偌厉害啊！
伊就是惊迄个虎仔爷，伊唔才会走互咱对，对，伊都唔敢对阵，要他有咧偌厉害。公主，赶紧转来啊！公主啊，赶紧转来啊！这个人蛮嘎喳，这个人蛮嘎喳，哇，哎呀，虎仔爷煞叫因师傅甲伊调转来了。这个真气团声实在是真惊人啊！这毋是叫做虎仔爷，就虎王子啦。安尼呢？后摆若得要叫叫虎王子，唔通叫虎仔爷，也唔通叫虎儿，叫安尼伤少啊！咱今仔日嘛免虎王子帮助咱这要追魂卡步声，啥物嘛会成功。好啊啦，卖怎也罢。喂，大人聊着啊，聊无着？无着。娘我贵啊！你小鸟有够含慢呢啊！虎仔爷哪会无看？叫因师傅调倒去咯，调倒去啊，走上伊咯。哇！乌白相夹也甲金毛总倒转来啊！恁到底找大人找了怎样？已经咱真钟情听说。是啦，我将详细情形报告你仙草王知影。乌爷代志去追魂卡步声的所作所为就是安尼。那安尼个结论起来呢？这个乌爷代志去，就是四座山夭寿宫的人所派出来。钦差大人绝对是叫掠去监禁在四座山无唔了啊！结果啊，要破夭寿宫，就要掠这追魂卡步声，就要救大人，安尼多共一个目标。对，言者有理。若是安尼，我想到咯，这个钱德林上文书。有这个机关拿刀给我，咱若敢有机关拿刀，这要破夭寿宫就真简单啊！你不过若你过敏的吼，你要精神过敏啊！你创代志哦，拢总是甲魏延同款啦。魏延，魏延拢都去听顶啊！吱吱喳喳，无效。这个拿刀来互伊金王子，金王子过去哦，伊机关破真济啦，所以互伊较主动。是啦，你拿刀给我，我先做针对，就要破这机关。机关若破了后，恁才入来。对，你的意思拢甲我共款。仙草王，你讲得都唔对咯。但我这个假面三郎啊，过去在这个南北二路伫咧走啊，迄个孙娘娘乌白良多。好啊啦，卖怎？唔怎也罢，替好人啦，好，替好你也罢。是，恁大家吼，拢总伫这个四座山的山骹等我，等我的消息，请。是啦，咱将人到四座山的山下，好等金王子的佳音啊！高知国国师贾奎先，另外在这个山前摆成就灵会阵，特别陷害中原军将。金王子一之所至，一步一步踏入着危险的境界路。人将灵回阵啊，胜负拢互相了，来呀！回我来呀！对啦！虽然负了重伤，但是临危不乱的精神，特别打开万定位。要走位，恁什么人若是会当收伫这个金王子家，当小事，赶紧对吧？哈，来呀，金王子懵懂时，
中到这个灵火阵，现在灵火毒性激发，伊渐渐战心袂调咯。哎呀，摇，我来，较低调，较低调。危险哦，危险哦！讲我厉害的呢。我天眼我看你才会当过，别人袂当过呢。危险啊，唔通我呀，足厉害哦，我会死哦。哎呀，你惊啥？为着命，为着你，你惊啥？喂，恁大家拢无咧听话啊！恁若杀死金公主，全天下你上清。转来呢，迄元帅啦，甲国师当当甲你相诉，后名搁后利，对。我转来办一桌酒，等候恁的消息。杀落，杀落。我来好。后名后利，搁后烧酒通啉，哟，这个机会也通叫我走过。你是去看来过呢？金丝是啦，哎呦，我规个头壳拢疼起来哟，敢若是叫闪电电到你咧。我你个，鬼啦！唔是啦，什么鬼？迄啥？迄一个人，迄一个人。野人，好妹，回来，咱敢若用人海战嘛赢。你个。人生运命多风霜，啥人无破浪？只有境界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刻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志向坚强。唔通好运命来安排，期待早日的成功。朋友，人生在宇宙间，各有天地之所生，父母之所养。人人各有一心，各有一心。上天并赐各位智慧灵聪。尽在各位打开运用甲思考啊！回来，进来，回来！人生运命多风霜。啥人无破浪？只有境界爱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刻出着咱的笑容，坚定志向坚强，唔通好运命来安排。期待早日的成功。朋友，是非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，善恶无明界，尽在一念中。恁千万不可受名利蒙蔽，而不分是非善恶。回头吧，不可放弃光明之躯，而陷入罪恶的污泥。回头吧。有理，兄弟啊！恁听得到？有理吼。咱都爱看破起嫌斗明啦。对，咱人拢有理智啊，唔通受土匪头甲咱利用做杀人的利器。咱都爱守法行事。对。做一个社会有贡献的人。对，兄弟啊！唔通害好人呢。咱等下做好人，唔通害好人。对啊，改善。有听人伫咧讲话，有人来救我。这个声音吼真轻，真温和，真好听。到底是何人呢？这是鸟片，看卖咧。还有一包药啊，这包药可能要互我食，接落去。
运命之神，感谢先师你的解围。这张批写怎样？紫色运如人，白色明如勇，金色中如地，合者应万变。可破千下中，这到底是含着什么意思呢？系啊，安尼只久拢无动无静。我看运好势咯，你靠背啊！哈，你个大金喙！也无已经天光都无动无静，是要安怎讲？安怎讲咱都吉人天相啦！啊，金王子冠阵沙场，伊经验哦真丰富，我看是绝对无问题得对啦。哎，什么人塞车底下来？看卖哩！我那阵什么人当时是卖菜孙啊？原来就是你敢是仙草王？咱白白生理界。你这菜是要杀倒？我都特别杀一位高速作山夭寿宫的人哩咧。哦吼，你安尼卖偌济啊？我这车这边卖咧5两银。那5两银都我给你嘛，免杀入去啦。歹势啦，白生理人。我去哪里摕啦？多谢。仙草王，你甲买菜是要创啥？安尼啦，我讲你听。安尼好，我叫做卖菜孙啊，入来内面查探金王子的凶吉。这写给我来去请了。这张表示推出向咱的条件。推出是推出，就是解救金家善良的凶手。我当别劫2人应付。到武功林抓回处，笑。煞剩我单朝一片了。仙草王啊！我为你足担心的了，你若安全无事，听说。桂面三王打扮出卖菜船的模样，杀这个卖菜车，已经到狮子山危险的阵地了。咱即马等候迄个卖菜船来消息。中原军级的仙草王甲金王子因为笑，今天我身比凶手金家善良，绝对无留你活在世间。仙草王以及金王子都是我的，什么？我的？安尼好。你敢借我金家善良的模样出来，伫咧讽刺？你敢借我的名出来，伫咧为非作歹？今仔日为你死变我亡，目睭标金，卡尾煞在吧？强！命！现在乌白相业在武功林这边开始，是有甚物变化？金家善良对金家善良，随成随变的，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